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ffrey 啊。今次就等我用60秒時間介紹一下我哋做甜品嘅小貼士俾大家知啦。首先今次嚟講呢，會講呢就係麵粉啦。咁麵粉嚟講呢，其實呢會有低筋粉啦、中筋粉、高筋粉嘅分別。咁其實呢3種嘅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呢？就係裏邊嘅蛋白質含量啦。咁而嗰個蛋白質含量呢越低嘅話，當你做蛋糕嘅話呢就會鬆軟啲。如果你用錯麵粉，用一啲高蛋白質嘅含量嘅話，例如麵包粉，你做出嚟嘅產品咧，自然就會硬滴滴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最主要我哋做嘅產品，因應我哋做嘅產品而選擇嘅麵粉。咁而你要見到呢一袋咧係日本麵粉，日本麵粉比較低蛋白質含量，咁所以咧最適合咧我就會係，尤其呢一款蛋糕粉，咁最適合就係再攞嚟打蛋糕啦。打嘅蛋糕零舍鬆軟。咁若果喺英國超市買到嘅普通嘅 plain flour 或者係 cake flour，咁佢嘅蛋白質含量咧，其實咧係中筋粉嚟嘅喎，因為佢都9.7嘅蛋白質含量㗎。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用錯啊！想知道下一次嘅新資訊，下一條片再教大家。仲有，提大家，日本麵粉可以喺我哋 A Little Sweet 買到㗎。下次見，拜拜。